众朋友，早，欢迎收看3月20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继先来关心，伫咧婚林有家长是指控讲，伊4个月大后生送去互年母照顾，说是雄雄来送病院的急诊，发现讲伊的头壳内底有出血，有可能是受到人虐待。因为这个年母是拢无要回应，干那讲交予司法来处理。婚林管府也已经下令先停止这个年母来照顾囡仔，会介入调查。4个月大的查甫婴仔倒伫安大医一直哭，边仔李母先安大家的囡仔所来出卡太安大医。另外一段监视器翕到李母抱查甫婴仔，也毋过阿妈棍半人抱无物件紧着。婚林后背一位家长指控车上下头囡仔突然昏迷，病院检查发现有脓来出血，怀疑是受托的李母虐待。不是心痛可以说的，你就看到你的儿子这样子被粗鲁的对待，开出来的证明就是颅内出血的状况都是外力造成的。41岁王小姐家先生做气功婴仔，去年11月早产生后生，今年1月底甲生产的义母签约以每个月15500块收托，结果还未2个月就发生遗憾的代志，病院诊断发现查甫婴仔有倒病脑炎、双病眼脑膜下出血，眼盘亲像是受热性脑伤，有关的家属被绑治疗。接到通报之后，已经即刻勒令这位保姆就是暂时停托。那只是这个伤害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外力的造成，或是病理的因素为主？我想这个部分也确实要等相关的一个报告，我们才能够做比较聚焦的一个讨论。先生李母无愿意回应，只讲一切交予司法处理。婚姻管府表示，这位李母去年底才拄啊摕到证照，查甫婴仔是受托第一个囡仔，无精神下令停止受托，后续会由社政加警方介入调查，赔偿敢是有虐待婴仔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咧高雄某一间国小是有学生的家长控诉讲，因的囡仔去互其他的学生拿米工刀来威胁，佮叫这囡仔去伤害家己的小弟。这家长是惊甲赶紧来报警察。学校回应讲，有叫这个拿刀的学生在请假伫咧处理反省。那至于转来学校了后，嘛甲伊敲册包，确定无再危险的物件。你说他的刀片是这么长的？对。家长听囡仔讲代志发生的状况，高雄有家长控诉，家己读某国小高年级的大汉学生17次下课伫校外等安亲班接送的时，互刚好高年级学生拿米工刀威胁。明天给我去你们班上叫叉叉叉同学过来找我，拿刀片指向我小儿子。他叫6年级那个同学，这把刀给你。6年级那个小朋友就说，我不要。他就说，那哥哥你去杀你弟。上下课时间，学校4课为人来来去去，所有学生公然拿刀威胁其他学生消息一出，互刚好被这家长真意外，认为家长爱注意囡仔不当行为，学校也爱提出应用办法。学校应该马上介入吧，介入辅导了吧？对，因为家长应该也都知道，应该都会处理的。对，只是这个是还蛮危险的。家长平常你也知道你的孩子是怎么样子啊？那个学校辅导室要辅导他。囡仔互威胁的家长当日已经报警，学校19出面回应。拿刀的学生虽然情绪起伏较大，也毋过无伤人记录。目前已经甲家长达成共同管教的共识，佮以辅导管教办法要求学生请假2日，伫厝反省，后礼拜才恢复上课。征得家长同意后，未来返校上课，自行到学务处检查随身物品，确认没有携带任何危险物品之后，才能进入教室，让行为人与被行为人在校保持安全距离。通知书载明，刀械等危险物品拢是属于校园违禁品。学校表示，就算美术课爱使用米工刀，也会由老师统一发放甲收回。对学生拿刀甲学校的代志感觉遗憾，后续也会请职工安亲班甲合来派出所协同，共同监督，佮维护校园4课为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过来，阁有掠到诈骗集团是假做检警，替被害人的信用卡资料去甲一寡分酒的业者合作入卡买物件，结果把这物件用俗价买出去换现金，超过30个人受害，损失9200多万。这嫌犯甲店家斗空，拢总有9个人互起诉，其中2个是互求处15年甲18年的刑期。警察拢问夜情展开搜查，掠到多名嫌犯，有酒馆、超商、甲酒类专卖业者涉嫌做内应，协助诈骗集团洗钱。
警方小连续接到报案，被害人误信假检察官的款套，交出信用卡、甲领钱卡，逐个月小单金额伫个短时间向增加，加出买薰甲酒的开销，甚至高一笔费用就几万块起跳，甚至破100万，总共损失9248万外。由诈骗的车手去绑定 Apple Pay 等等的这个电子支付的方式。那到商家进行盗刷，那这些商店他们在知情的状况之下，配合进行盗刷。警方调查涉案的不法集团，唔拿到强暴的店家用行动支付来偷入卡，入卡进前佫会先指示被害人爱卖掉股票、解约保单，甲钱转入口座做信用卡预缴的设定。用这种方式来提悬入卡的额度，一届购买大量的薰甲酒，再搁下价卖当现金。专案阁有一个职业的会计师，互人指控协助制作糖点，闪避追查。一种它可能是有店家的介入协助，会让整件犯罪更方便迅速的完成。这种的话，也会被起诉。那另一种白话文就是共犯之一啊，它就是在整起的犯罪行为里面，它甚至担任了其中一个环节重要角色。其实，这个案件是警方先查到连锁3司的业者涉案，经过密切的调查了后，这届搁抓到超商、酒馆等业者涉嫌强谋洗钱，每一笔抽上悬20%。专案以涉犯诈骗条例、洗钱等罪嫌侦办了后，检方嘛伫19侦结。起诉9个人，其中主嫌各项要求要处18档加15档的重刑。记者综合报道。即马除了食酒赛车，也定定会发生这个食毒赛车出车祸，甚至是弄死人的事故。对去年11月毒品催暖快胎实施了后，到今年2月，全台湾是已经查到3200多件食毒赛车案件。警方也呼吁应该爱来守法，比较这个食酒赛车，坐伫车顶的乘客也应该爱守法，而且加重刑责。这法务部甲交通部拢讲会搁再来研究。囡仔伫家几顶悬写思念甲祝福，因为这场车祸甲妈妈天人永隔。高雄43岁的查某人骑车去互食毒赛车查某人弄死，老三囡仔上细汉敢若6岁。同款食毒开车，依然有食毒开车前科冲撞汽机车夺走老师的性命。面对国内食毒赛车乱象，引起各界的批评，真侪家庭破裂，家属嘛真伤心。大城法爱重判，内政部嘛提出建议，甲食毒赛车的制作会爱做伙处罚。吸毒就不应该驾车啊！同伴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允许他这样？应该不要轻放。乘客的话变成是有点无辜，因为不晓得驾驶他到底有没有吸毒。伫去年11月底毒品催暖快胎上路了后，短3个多月，全台湾已经有查到3200多件食毒赛车。不过警方坦白讲，虽然抓到人，无一定会重判。若是无造成伤亡，实务上未少会当换用罚金的。喝酒单纯是不违法，但吸毒本身就违法。所以说，我们针对毒驾的部分，甚至我们认为说他的犯罪行为还有他的刑责应该要更高于酒驾。看食毒赛车法规，初犯无造成死伤，处3年以下徒刑。行政方面原来有吊销扣车，不过警方唔若建议比较食酒赛车乘客连坐法，嘛提议修法加重刑责，整列移风性羁押也甲袂使换用罚金的。酒驾、毒驾的这个风险几乎是致命的嘛，那必须从不能安全驾驶这一条先处理，酒驾跟毒驾都适用。警方呼吁修法，按驾名表示认同，高枪击部分饮酒食毒赛车拢要提高刑责。修法的部分我们会再研议看看，因为这个法条已经修的比较频繁一点，现在的那个罪责也是蛮重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法院能够在量刑的部分从重量刑，只要是能够有助于这个遏制防治毒驾的情形，交通部这边都会很乐意来一起推动。但是因为这个毕竟修法我们还是要找各单位大家一起来讨论，跟大家凝聚共识以后再来提出正式的版本。食酒赛车、共车乘客是不是连坐处罚？交通部回应，爱甲各单位讨论议定共识，再搁提草案。法务部表示，加食毒赛车纳入移风性羁押已经伫立法院初审通过，不过是不是爱提高刑度，会搁研究。面对一直冲击道路安全的食毒赛车问题，安怎有效防治，考验跨部会合作。记者采访报道。今仔日是24载开的春分，伫咧北半球的台湾日时会愈来愈长。因为今仔日是受到锋面甲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部的天气拢较无稳定。咱来看分图。
包含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甲新竹、苗栗的山区，今仔日拢有可能会较到落阵雨。伫咧宜兰花莲暗时嘛有可能会落局部的大雨。各地气温大约16至19度，这时北部宜兰花莲的气温是略升悬到21至24度，中南部甲台东地区也是有26至30度，遮尔热，温差是真大。明仔载天气嘛，甲今仔日差不多，拢是侪云到好天。过到了后，这中南部的山区有可能会落阵雨，所以提醒大家出门要会记得扎雨伞。咱过来看，英国有进行全球前100名机场的评选，伫咧亚洲的机场是新加坡的樟宜机场摕到第1名，而咱台湾的桃园机场对去年的第43名进步到第24名，嘛伫咧全球最佳行李运送机场的奖项摕到首奖。古早庄仔药的造型，卖台湾小食卤肉饭，日航下美食家导入台湾在地元素来设计，人员不是拢在穿，环境是清气阁整齐，够互外国会当看飞行机的起降，是热门打卡地点。2020年最佳8大机场评选结果出来，桃园国际机场是阁得到全球最佳行李运送机场的第1名，整体的排名是对去年的43名提升到第24名。不过和日本、韩国主要机场比嘛是小可有差。2026全球8大机场，新加坡樟宜机场各一摆得到冠军，胜利仁川机场第2名。接落来依次是日本东京羽田、香港机场和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在各个奖项上面呢，其实都有更好的标杆机场，让我们可以值得我们去学习哦。所以桃园机场呢，不会以我们现在这个名次作为满足，我们会持续的前进。行李系统处理速度以及准确性来说呢，直接跟国际其他的枢纽机场相比呢，的确是位移全段班。第3航厦完工之后呢，将会有更大的腹地来处理行李。另外，网前分析讲，桃机行李疏散的速度紧，但是容纳量已经超过负担，爱等未来第3航厦来疏解。这摆桃机搁伫评比内面得到全球最佳机场变数第8名，和上清气的机场第6名，嘛入去最佳家庭优先机场第10名，实在问旅客会当搁较好。买东西的地方吧，就是他们好像比较多样性，我们的话比较没有那么多。我刚进来好像是3航走很远才走到这吗？有大概5分钟要。机场公司指出讲，第3航厦北龙厅已经伫2025年底完工，桃园机场会伫更较新、更较现代化的基础上，持续提供更较完善的设备、设施和优质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国民年金法明定翁仔某若其中一个无纳保险费，另外一个就来倒纳，若准唔纳，上当会当罚到15000块，这是引起订法婚姻的争议。立法院昨通过要汰掉这项规定。再来看《联合报》，传输部表示讲要重新修订公务人员考绩法，未结婚甲会丙丁会等级，要改做婚无够好、良好甲优秀，而且会明定相关的标准，按算4月、5月会送考试院来审议。落尾是《自由时报》，因应国际情势紧张，今年的城镇论性演习要提高各项冲突情境的比例，结合国军的汉光演习，对4月推延到8月。另外，国管区演习嘛要对1天改做2天。咱过来看，又搁有中国的海警船昨去扰乱咱东沙岛的限制水域，海巡高雄南受去哪吒，上方是安尼乌龙隧道超过24点钟了后，这中国的海警船才驶离开。因为针对中国要入侵台湾的野心，美国这边是上新的研究有指出讲，中国目前是无伫咧2027年的入侵台湾的计划，也无设一个统一的时间表。不叫中国海警31栋梁，不叫中国海警31栋梁。海巡高雄南的人员检证公布，去年18驶入去东沙岛限制水域的中国海警船，但是这只船却滞留超过24点钟了后才离开。海巡署讲，今年以来，中国海警船已经有3船4航次侵扰东沙海域，搁真侪摆甲船的自动识别系统关起来，无摆都是照普色地带的侵扰，想要来测试咱的感情应对能力。国防部嘛公布18几天是侦找到12架次的中国军机，9架中国军舰和2架公务船伫台海的4号里在活动。对中国侵台的野心，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上新报告内面指出讲，中国现阶段无伫2027年入侵台湾的计划，嘛无设定实现统一的时间表。但嘛分析中国持续制定军事计划和发展军事能力，方便得到指示的时阵用武力达成统一，但却想要和平统一。
China continues to rapidly modernize its military forces and to achieve their stated objective of developing the ability to seize Taiwan by force if necessary. However, the IC assesses that China likely prefers to set the conditions for an eventual peaceful reunification with Taiwan short of conflict. 立委会副主委杨文杰回应讲，政府的立场是对敌人的鼓励爱愈快，对建军、加强国防，拢会照一定的脚步来行。总统赖清德嘛重申，台湾必须要以实力来维护和平，佮一摆呼吁立法院较紧来审议国防特别预算，嘛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我们今年开始会将演习的日程从过去以往的1天增加到2天，特别侧重的重点是我们将首次在嘉义县及屏东县实施无人机协助运送物资的相关操演。国安会说明讲，2026城镇润省演习，按算对4月一路推演到8月，目的是希望结合8月初5到14登场的汉光演习，以整合中央、地方和民间的力量，来建立更加完整的国家危机应变体系。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长罗秀燕去拜访美国国会，有参美国的众议员来讨论到经济贸易，也佮有军购案的议题。罗秀燕讲会将美国的意见早转来，互因党内了解。另外有华府的学者康明祥受到邀请去参加罗秀燕办的宴会，是讲这罗秀燕和华府的学界对国民党有无同款的印象。咱做回来看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报道。台中市长罗秀燕访美行程10月拜访美国国会会见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迪亚斯巴拉特等议员。罗秀燕表示，伊甲美方讲到无人机等经贸甲军事议题，军购案更加是华府关心的重点。从前年到现在为止，有多场的这个世界的一个战争发生，所以大家对全球的区域安全、对各自国家的安全或区域的稳定，的确是非常忧心，而且也都是我们很迫切的议题。所以在这次的这个跟台美之间这方面的交流，这方面的议题算是占蛮重的。华府毋望台湾提高国防预算，不过在野党对军购有无共想法，互人问到敢会甲美方的意见带回南洋党内，罗秀燕讲真实的声音都应该互相了解。我也是前国会议员哈，那也因此呢，我觉得在这方面所得到的相关讯息，那我会适当的传达给国内。那同时最重要的是，我也把台湾内部真实的声音传达过来。拜访国会议员了后，罗秀燕是前往和华府的研究者做伙食中昼。Stinson 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康明祥向公司证实，伊伫会议顶头有见到罗秀燕。You know, I think that she was quite well received. It was a closed door meeting, so I can't really go into any details of what we talked about, but it was at least gave people a different impression from what they usually think about when they think about the KMT. 康明祥接受公司独家专访时阵讲，目前华府政界对在野党亲北京倾向有顾虑，这届罗秀燕访美途中的讲法有希望改变现状。Whatever she was told and asked to pass on to the party, I'm sure she will go back and pass it on to the party. Whether it will result in a significant change to the budget proposal that the KMT has, I guess we'll just have to wait and see. 康明祥认为，罗秀燕是地方首长，那也对军购的立场影响可能有限。访美结束了后，罗秀燕会当伫党内发挥偌大影响力，美方当地观察。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美国华府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日本首相河崎早苗上任了后，头一摆访问美国，去到白宫来会见美国总统川普，有讨论这伊朗战争的议题。针对记者咧问讲开战进前，美国拢无通知盟友的这件代志，川普甚至是摕二战的时阵，日本偷偷去攻击美国真珠港来做咧回应。另外也搁再呼吁日本也有其他的盟国应该爱做伙来保护核武海峡。在川普不满盟友无派军舰去核武子海峡的时，日本首相河崎早苗19访问白宫，这是伊上任了后头一届。记者问川普谁那伫对伊朗发动攻击进前，无大声通知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川普立场真硬，讲到二次世界大战的往事。Because we wanted surprise. Who knows better about surprise than Japan? Okay, why didn't you tell me about Pearl Harbor? Okay, because of that surprise, we knocked out the first 2 days. We probably knocked out 50% of what we, and much more than we anticipated doing.
面对中东的战争，高市早苗强调日本反对伊朗发展核武的立场，谴责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威胁全球超過90%的原油供應線。これは非難をし、そして茂木外務大臣からもイランの外務大臣に対してもうそれをやめるように申し。高市想要強調美日聯名的關係，在這進前，川普怨嘆包括日本在內等等的盟友無幫助保護荷姆茲海峽。Look, I expect Japan to step up. Because, you know, we have that kind of relationship, and we step up for Japan. In the case of Japan, I hear they get more than 90% of their oil through the strait. So that's a big reason to step up. 了後，高市隨家己在轉向更較大的戰略戰處，強調美日在高科技供應鏈甲資源的密切合作，是應對國際局勢變動的關鍵。世界のエネルギーマーケットを落ち着かせるための提案も持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この後主に経済安全保障、重要鉱物ですとかエネルギーに関する協力、そしてお互いに強い経済を作るための。雙方也講到甲中國的關係，高市強調日本長期尾對中國是保持開放對話。川普是講有計5-6禮拜後會訪問中國，向習近平邀了日本會談美港貿易。公視新聞吳文玲編譯。中東的戰火影響國際，在咧伊朗的天然氣產地去互以色列攻擊了後，即伊朗也隨去空襲卡達境內中東上大的天然氣產地來報復，這是造成國際油價擱再衝關。有專家就警告講，這荷姆茲海峽若是唔開放，未來油價可能會衝到一桶愛開150塊美金。在加接而且大規模的空襲了後，伊朗的南帕爾斯天然氣產附近就出現大火的濃煙，這是美國聯手以色列對伊朗發動戰爭以來第一擺有伊朗在波斯灣的能源基礎設施遭攻擊，戰局佫一擺升溫。帕爾斯是全世界上大的天然氣產，是伊朗和卡達共享。美國總統川普事後強調講，美國事前對以色列這擺攻擊是完全唔知，但是嘛警告伊朗，若是佫一擺攻擊破壞國家相關能源設施，美國會無留情分全力反擊。卡達境內的液化天然氣廠區是世界規模上大，負責供應全球差不多20%液化天然氣。雖然川普佫一擺對伊朗來發出警告，但是伊朗的態度是同款這樣。این هشدار قاطع و خط و نشان برای جنایتکارانی است که تعرض به بخشی از زیرساخت‌های سوخت و انرژی ایران در جنوب کشور داشتند. در نتیجه این اقدام زیرساخت‌های سوخت انرژی و گاز مبدأ تهاجم در اولین فرصت در آتش می‌سوزد و به خاکستر تبدیل می‌شود. עוצמת התקיפות באיראן עולה מדרגה. מדיניות ישראל ברורה וחד משמעית. אין לאף אחד באיראן חסינות וכולם על הכוונת. 油產、天然氣產和能源生產設置，在中東的戰火內面一直變做防攻擊的目標，嘛造成國際油價一直大起。國際布蘭特原油繼續創新高，已經突破達桶116美金。美聯社報道，3月初1到15，至少有89架船隻是通過荷姆茲海峽，內面有16隻是油輪，但是開戰進前，大概差不多100到135架船隻通過。根據了解，這半個月以來，通過荷姆茲海峽的船隻，國籍是包括中國、印度和巴基斯坦等等，但是中國已經有油輪因為政治風險和保險這理由，拒絕入去荷姆茲海峽，甘願對紅海迄邊線路行。專家指出講，若荷姆茲海峽國外全面開放，封鎖的時間愈久，造成全球原油的供應鏈斷去，油價將有可能會起到達桶150美金，甚至更較懸。公視新聞新樂報編譯。全球伊斯蘭教的傳統節慶開齋節對19暗時開始，因過今仔日中東地區正在燒戰東南亞各地油價物價也衝懸，就連在印尼也有一寡所在進前發生水災到大農業的禍源，所以讓真濟穆斯林是無心情通慶祝。市場人來來去去，打圍囥5花十色的糖啊！19暗開始就是穆斯林傳統節慶開齋節，也是在9月結束。照習俗，穆斯林會佇即天起清真寺禮拜拜訪親友，閣食一頓真澎湃的餐點慶祝。重要程度甲華人的農曆新年同款。佇如廠廠的干沙掃農，真無簡單。佇舊年10月宣告停火，對物資漸漸入去，市場嘛開始出現新衫甲食物。
شيء نزحنا مرة واثنين وثلاثة وأربعة لكن رغم كل شيء مستمرين لأنه مشروعنا هذا هو المعيل الأساسي لأسرتنا المعيل الأساسي للسيدات اللي معي لهيك ما وقفت。不過，我哋2年半的戰爭過了後，真濟人也未驚出失去親人的痛苦。今年開齋節並無因為停火變得較輕鬆，顛倒中南地區各個新戰場，和祭慶大跌烽火迎面來。Lebaran ini kayak nggak berasa Lebaran memang pun bang. Ya Lebaran sebelum-sebelumnya, untuk sekarang udah kayak beda lah. Lebaran sebelumnya memang udah kita rayakan. Sebelum Lebaran pun 2 hari lagi, seminggu lagi sebelum Lebaran kita udah merayakan. Untuk sekarang kami memang belum ada rasa apa-apa nggak ada。在全球穆斯林人口上侪國家印尼，今年的開齋節同款無好過，因為美國伊朗戰爭的影響，油價一直真懸，部分地區的油價來到每公升差不多大票93塊。在索文達列島的阿濟省，去年才拄經歷過嚴重的水災，大部分的設施攏毀損，袂少人也住佇個臨時搭建的텐트內底，等待工園重建。印尼上鬧熱的市場，即馬也點止止。對於全球超過20億穆斯林來講，今年開齋節的情況較特別，無論是宗教、政治還是經濟因素，攏充滿正複雜的心情。公視新聞尤派準編譯。國際有啥物要緊帶，帶大家做回來看世界。去年香港的豐福灣發生大火，造成嚴重死傷。獨立委員會19有舉行頭一場的聽證會，指出是人為的因素，致使這個消防安全系統全部攏失效。因為這火災的原因，講是有人食薰或被彈薰投訴引起的。伊朗的司法部宣布處決在今年初大規模示威當中涉嫌殺害警察、為美國甲以色列執行任務去互判有罪3個相關人士。中東的局勢影響國際油價，菲律賓的運輸團體甲民間團體就發起唔塞車的示威，大約有7萬人來響應，要求政府要取消燃料加值稅甲消費稅，而且要調關基本的車資。來關心咱國內，為着要幫助囡仔，為着要幫助民眾來生囝搖飼，行政院是宣布講要放領外籍家庭使用人的這個申請的資格。放領講厝內若是有一個也未滿12歲囡仔，就會當去申請。另外，若是講有罕見疾病，也是身心障礙的囡仔，這個特殊的家庭，嘛會放領相關的條件甲申請，按算4月13會開放。小組化的衝擊，頂個月咱國新生兒閣創下歷史上最佳紀錄。行政院決定為協助家庭搖囡仔，要放寬厝內有一個12歲以下的兒童，就當申請外國籍家庭使用人。經濟上可能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負擔，申請的門檻可能沒有那麼簡單吧。媽媽會考慮比較多因為比如說她的就語言溝通，還有生活方式。對，還有就是家裡可能也是需要有人幫忙看一下。行政院決定調整評估外國籍家庭使用人申請條件，由英國家庭要有真濟兒童修正做有一個未滿12歲兒童就會當符合資格。扣除的部分要支付予政府就業安定基金，每個月大票5000塊，移工的底薪無含加班費2萬，也有職災險加健保的部分負擔。另外，對弱勢家庭會減少就業安定基金，也有專人優先受理。勞動部講，外籍家庭使用人制度不是代替即馬托育還是照顧措施，是佇即馬的托育等社會支持資源以外，提供弱勢家庭嘅一種協助家務的選擇，並不是公共托育的替代，也不是專業性質的保姆，這樣子其實可以讓他們更放心在職場，不用在工作跟家庭裡面必須要2選1。職場跟家庭在兼顧難度的時候，多一項這樣的選擇，多一點點無後顧之憂。那麼讓這個生育率能夠再提升一些。不過，也有民間團體煩惱現在強硬抵觸即馬的公共托育政策。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閣提醒要注意排擠效應，驚同情適齡家庭會面臨更加嚴重的欠工危機。這個新政策公布以後，需求量大增的情況下，在供給面上面，到底政府的規劃是什麼？新制一定伫4月13開始上路。勞動部表示，會持續觀察政策推實的情形，適時檢討甲改進，希望協助勞工兼顧家庭甲工作的責任，提升勞動參與率。記者採訪報道。
根据统计，台湾的老人有470万人，其中有超过70万人是家己住。行政院会决定要投入62亿5千万来扩大推动独居老人的服务。除了今年要完成全台湾75岁以上独居老人的访查，扩大补助安装紧急救援总地，而且也要来增加送餐的服务。若是有需要，买陪诊的老大人去就医。今年几岁了？我18岁了。看里长来送物资，甲大家有讲有笑。已经80多岁独居长者田女士伊讲，虽然一个人生活，不过真感谢有表小弟到送餐，也有里长真接来关心。同款住伫附近90多岁江先生，虽然有申请社工协助，不过伊嘛讲伊家己身体真好。无讲有啥看医生？无啥咧看医生，身体够真健康啊。做体操，去外口有做出来。咱国伫去年底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到今年2月，老人的人口有470多万人，其中超过70万人独居生活。为了强化关怀服务甲风险的预防，行政院19决定今年明年2年要投入62.5亿，强化独居老人一体化服务。在他这个还没有进入到失能的时候，我们透过相关的访查，未来能够连接到后端的这个长照服务体系。主要要以上扩大加上新增的目标，伫2年内完成全台湾独居老人实地访查。今年优先完成75岁以上，卖加紧急救援总地的补助对象扩大到一般户。另外新增加送餐服务，透过亲身交付甲现场确认，及即时汇报，依照长者的需求提供访视、电话问候、生活协助，也是就医陪伴。跟民政单位来合作，预计2年内我们能够去访视，包括我们目前推估大约70万独居的长辈。那另外对于送餐跟关怀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体系，我们也预估在这个计划的执行下来，可以扩大到35万人。不是所有独居老人都需要送餐，他如果有能力走出来，我们更要鼓励他，应该是有机制来引导我们高龄者要学会健康自主。管理，学会怎么做生活设计，并不是所有独居老人就一下子落入贫穷，让人家照顾。老人福利推动联名个性名应该用孤单来解决孤单，让有能力的长辈会当去帮助无法度行出门的长辈。只是扩大方式，原来让地方的烦恼欠缺人力配套，安尼会让基层体系崩歹，地方执行会更加困难。对这代志有效部回应。后续关怀会由社区据点人力协助，避免加重社工的负担。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有人力银行调查讲，在国内是有超过64%的民众想要来创业。虽然讲家己做头家，一个月平均会当赚8到7万块，不过也是要承担租金、景气，也有周转等等的问题，恐惊是无遐尔好做。日前甲顾客介绍，对着老小姐来讲，每一个人客拢爱抓好条，因为开店做生意，电火钱、厝税拢是开销。已经第3摆创业啊，进前捌开过卖食品的店，伫咧公馆每一个月都爱纳2万5的租仔金。虽然租仔金是俗啦，不过人煞无够济，这互伊决定要改去卖衫。伫咧精工市场，一个月的租仔金爱3万块。店非常重要，你便宜，但是没有人，其实也没有用。现在目前在食品商圈这边的话，租金是3万。台北市这一年的店租到底有偌贵咧？书台甲公馆的相款，平均每一个月一坪就爱5000块起跳，永康甲东区相款至少爱8000起跳。若少年人上甲伊的西门町，至少爱8500以上。部分黄金店面甚至都爱超过2万块。医美产业的话，那其实东区商圈就是一个蛮适合您创业展店的地方了。除了要看租金行情外，有没有哪一些商圈是比较符合您创业业种的形态？这样呢，您在做创业布局的时候，也可以更容易的旗开得胜。根据人力银行的统计，台湾差不多6成4的民众想要有阿索比的工时，就是家己创业做头家。若创业的年岁自39岁降低到37.5岁，创业的一开始估计爱投入25.7万块。若是这资金主要有家己欠的，也有清创贷款，甲是大人赞助的。创业的时阵上使人烦恼的，就是周转不灵、店租的压力，也有景气不好，去影响到消费。大家想要创业，想要做哪一方面的事情呢？还是以餐饮业居多，包含像是说呢，这个特色小吃啦，或者是呢这个咖啡茶饮啊，或者是说像是早午餐店。虽然民众创业的意愿真悬，但是创业除了厝税、电火钱，也有请薪落的薪水，拢总爱考虑。专家就呼吁，投入创业的时阵，就爱认真评估市场，也有资金的规划，才袂钱赚袂到，煞了解贵库底。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年癌是国内女性发生率排第一的癌症。这发生的原因除了遗传，也甲咱生活当中会接触到的塑胶用品、塑化剂有关系。中央医院对1991年就开始做研究，追踪20档，发现有塑化剂加上代谢歹，而且月数伫咧14岁进行着来，这三大因素加起来，就会互年癌的风险又悬7倍。早顿店的豆奶下晡搁来一杯咖啡，就算用纸杯啊，但是嘛有可能甲塑化剂食落去腹肚内。最近中建议做一份将近20年的研究，证实塑化剂和人癌的风险有关系。研究发现，若是3项条件同时存在，分别是塑化剂、代谢歹和头一摆过紧来的时间伫14岁进前，人癌的风险会提悬7倍。来我这项的时阵是1.71倍，2项都悬的时阵就变成2.68倍。若是讲伊的第一次的月经过来较早的时阵，这个风险会到7.52倍。这项研究由院士陈建仁带领，对1991年开始收集12000名妇女的检体，透过20年的追踪过程中，若发现研究的对象得到人癌，因就会去冷冻库提出检体来做分析。因为大部分的研究拢是在病人着病了后再来提伊血还是尿液吼。但咱就真歹来讲，到底是啥物先来吼？是先着病，还是先食着塑化剂？中建议指出，代谢功能歹的女性相对真歹代谢身躯的塑化剂，这款差异和本身的体质有关系。中建议提醒，若是高风险族群，尽量用白体的产品，也爱加强人癌的体检。记者陈选林曲凯台北报道。伫咧新竹往竹东的快速道路，有民众看到一台汽车是已经冷啊破去，佮风拖无采购示牌，甚至是直接硬要甲这已经故障的车驶走，车就安尼沿路请烟，看起来是足危险。路边停一台已经破烂的车，也无放警告标志，看起来足危险。有民众伫快速道路看到旧车停在路边，想要落车斗3工，但驾驶拒绝，佮继续驶，就安尼规路哪驶哪呛烟，驶伫快速道路顶悬。那讲说这个车辆的占用到车道，这边是没有路肩的路段，你的车子要先一次到安全处所。然后他就说他有叫免费拖掉，很生气的就直接把车开了就，后轮爆开，把车开了就跑，然后我们在后面看，他就是整路轮胎都是冒烟的。警方指出，民众驶车若是出现车辆故障，需要暂时停在路边，依照规定，驾驶爱伫车后壁80公尺以上的所在放警告标志，提醒用路人注意安全，若无会罚1500到3000块。如遇车辆故障而暂时停放路肩时，应将车辆尽可能紧靠路肩右侧，并于故障车辆后方80公尺以上设置警告标示，以提醒后方来车的驾驶。警方也提醒民众，故障的车佮继续驶，若危害家己的安全，嘛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提醒若是拄到车害去，千万袂当继续驶，则袂造成危险。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伫咧高雄前镇的新公路智慧停车格，有一台无挂车牌轿车，是对2月底到呾停摆1个月。19下晡，这交通大队才来把这台车拖走。交通局表示讲，因为伊无车牌、无载条来开停车单来收钱。也毋过交通大队嘛表示讲，民众无挂车牌伫路边停车，上当是会当罚到36000块。这个拄少是也有存。高雄市交通大队的拖车一到柜，开无5分钟的时间，就甲这台无挂车牌停伫咧智慧停车格，已经得要1个月车拖登去保管定处理。有民众投诉，对2月20日起，无意中发现这台车无挂车牌停伫咧新公路智慧停车格，除了3月初要甲车驶走，一直到19，这台车拢停伫咧同一个车格。民众质疑无车牌是要安怎扣钱？拢袂想拖掉嘛？哎，大概是要安怎填？可能是这里的住户吧，因为他想要停车，然后又不想要缴费，感觉是这样。那你觉得这样的行为妥当吗？当然不妥啊，这个应该要检举。厂商可以透过系统异常告警及后台人员介入辅助，及时派员至现场补拍照片，并登录系统收费。
交通局表示，这毋是个案，地轨停车格有镜头会当即时发现违规，派人去处理讨费用。因伫2月2日就发现迄架停车有过样，毋过因为无车牌，无法度扣停车费，嘛干那会当通报环保局甲交通大队去处理。环保局确认毋是报贵的车，我交互交通大队罚落，就安尼拖到3月19才来甲车拖走。那民众感觉效率伤歹，议员也认为市府爱检讨改进。未来应该要严议将没有挂牌的车牌直接视为违规，加强裁罚的一个依据。再来呢，还要建立这个无车牌的车辆快速脱掉的一个机制。停车格是公共资源，不能让守法的人反而是变成最吃亏的人。市府应该要拿出积极的作为来管理。交通大队表示，民众无挂车牌路边停车，爱罚36000块。这条钱若摕来纳停车费，也够有走。目前高雄市的地轨停车格已经有18000挂架，市府应该甲相关的配套措施做较完善的，才袂有人有样看样受空受胖黑爸母。记者郭家祖、柯超勇高雄场报道。屏东有人家厝着贼头，损失超过1万块。民众表示讲，这警方讲附近的路口监视器拢歹去，无法度调画面。不过里长是表示讲，因的监视器新装的无可能歹去，拢正常。不过当事人甲警方说拢无人找伊要讨画面。就是一回来的时候，门是开着的。对，铁门是开着的。当事民众带记者到门口口，看到门锁，互人规个乌掉，厝内底着贼仔，损失1万外块。住户表示是太太18下晡2点外，转去厝才发现，互人敲甲乱糟糟，就随敲电话报警。警方到位了后，就讲，因为这附近路口的监视器拢是歹的，互当事人感觉讲是安怎警方的监视器无作用，可能抓袂到贼仔。我觉得他应该是随机，因为他的目的就是钱而已。对，贵重物品。对，其他东西他都没有。损失了哪些东西？没有损失，基本上就是现金，就是只有路口会有监视器啊。但是他们就说大部分都是坏掉的。询问屏东市公民家厝边头尾，两边巷仔口拢有装监视器，管理权伫里长遐，较旧的是以早装的，有的确实故障。不过现任的里长讲，113年就有申请经费装新的器具，运作正常。里长嘛有提供监视器的画面，证明是好的。但是当事人和警方头尾拢无去找伊调画面。坏掉是前里长他所装的监视器坏掉，我所装的监视器是好的。他们完全没跟我反映啊，也没有说他们家招小偷啊。警察甚至警察也没来跟我讲啊。全力侦办中。有关外界关切监视器影像部分，警方目前正锁定具关键影像的周边位置。分局表示，因为主要的车路才会装警方的监视器，一般巷仔内若有需要，会当家己设置。但是，互民众较无法度接受的是，着贼头是公诉做，警方无到询问，就直接讲可能拢歹去，会互一般的民众观感无好。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这2016年世界棒球经典赛，委内瑞拉是拍赢美国，摕到队史头一个冠军。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是痛甲宣布，甲这冠军赛迄天定做国家棒球日，也感谢球员，互世界看到委内瑞拉的实力。穿棒球衫的委内瑞拉代理总理罗德里格斯甲民众同齐伫总统府迎接世界棒球经典赛冠军奖杯。这座奖杯是委内瑞拉棒球队伫经典赛拍拼20年了后的头一座冠军奖杯。罗德里格斯宣布将冠军赛当日定为国家棒球日，向美国的棒球球员致敬。En este clásico, en esta final, hemos demostrado que desde la contienda deportiva podemos competir, que gane el mejor.y que siga adelante la vida. Eso es lo que queremos en las relaciones bilaterales con el gobierno de los Estados Unidos. 美国棒球协会主席甲运动部长也揸着冠军奖杯游街，所到的所在客满人受到民众热烈欢迎。伫经过长期政局甲经济不安，参年初美国出席逮捕总统马杜罗了后，这是美国民众过真久的荣耀时刻，也搁一摆严正运动，互国家强大的凝聚力量，互民众暂时放下政治震动的分歧，同齐享受胜利的时刻。Ha sido lo mejor del mundo. Creo que Venezuela se lo merece. Merecíamos ganar, merecemos este triunfo porque le demostramos al mundo que somos los mejores. 这场比赛唔乃是球技的比较，佮较是充满政治竞争的意思。
美国总统川普伫比赛了发文，佮一摆弹出互委内瑞拉加做美国第51州的政治言论。美国自2006年参与头一届比赛了后，一直甲冠军无缘，一摆拍败红公时史上上强球队组合的美国梦幻队，世界棒球经典赛排名也提升到第1，互有真深棒球文化的美国圆了20年的冠军梦，同时以实力向世界宣告，全球棒球版图也有委内瑞拉的地位。公司新闻刘小芬编译。来看动画电影《K-pop 热门女团》伫咧全球引起轰动，那受到奥斯卡肯定，也带动韩国首尔的观光，而且也互国际搁再受到关注。华丽舞台、迷人的歌声，热门女团挥扫全球影坛。在现实世界中，这个风气嘛为大荧幕烧起到首尔。片中主角开场的汉阳都城，在奥斯卡大奖的加持下，已经是亚迷心中上夯的朝圣地。It was a scene in K-pop Demon Hunters where they sung Free. I thought the location was very beautiful, and I found out that it's a real location. So yeah, came here. 行伫首尔乐山公园，对遮侪游客来讲，唔但是对青，嘛是对韩国历史文化的深入体验。Adds interest to different places that we can go and see, and then my kids and family learned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Korean culture from the movie, I guess. So it's kind of nice to see it. That it's not just Disney and Pixar and stuff like that. That it was a show that no one really expected to become bigger at least. 影视作品甲国际加持做拍开热点，伫爱尔兰归来做老灯塔是找到观光的新定位。徛库克郡海岸线有100年历史的嘉利角灯塔宿舍，已经转型做精品旅社。Can you imagine waking up to this view, but having this as your workshop? This is where you work every day. 无人恬静，对都市旅行者来讲，袂输平行世界。坐伫遐看海影、听海影，有影解郁。He said, "Here you go out, nothing, absolutely nothing. The silence he thought was beautiful." 东怀维克洛角灯塔保留传统文物甲行船的设备，互人伫现代旅宿空间中，依然会当感受过去的海事历史。老灯塔会当透过改建变成特色客店，东山再起。It's very important to give these buildings a new lease of life, because if we don't, they'll just crumble and decay. By repurposing them, people can get to enjoy them and enjoy what it might have been like to live in a lighthouse in the past. 为热门影视场景到历史建筑再生，美丽历史建筑当变成做现代观光新地标，守护历史常时吸引全球旅客行出都市来到偏乡甲文化遗址。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在新闻节后，再回来关心天气。今日受到锋面甲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部的气温会较无稳定，其他的所在早暗嘛较凉，温差是真大。明仔载甲今仔日差不多，拢是侪云到好天，不过过到中南部的山区可能会落阵雨。咱再回来关心今仔日各有未来3天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16度至24度，中部地区16度至28度，南部地区17度至30度，东部地区18度至27度。外岛地区12度至22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